多謝局長呢方面為香港推進去幫大家開一個新嘅南海啦嚇。我發言支持成立吉隆坡呢個經貿辦啦。我想請問就我睇到文件提及啦。我哋喺上年年底已經開始籌備呢個工作啦。咁我睇新聞見到局長都親自就到吉隆坡準備啦嚇，咁有個安排。咁請問就聘請當地嘅員工個進展如何？就當地個辦公室幾時會全面投入運作？第三個問題呢，就係打唔打算請啲本地人、當地人？多謝，唔該。好，局長。多謝陳議員嘅提問。咁我就去咗吉隆坡啦，做咗個新春酒會啦，都好受歡迎嘅。咁而家就籌備當中咧，就係嗰個辦事處啦。咁又經過好多嘅手續啦。咁又亦都政府內部有一啲嘅問題咧，我哋要解決啦，就係當地嗰個租金啊、合約啊各方面啊。咁喺聘請員工方面係進行緊嘅。咁我哋係會聘請當地嘅員工咧去加入呢個外經貿辦。當然啦，我哋有外派嘅員工係政府人員咧喺香港派過去，已經有部分已經到咗位啦，喺嗰度籌備緊工作。咁另外咧就係招聘當地嘅本地嘅員工啦。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可以請到當地嘅員工，係幫助到我哋外派嘅公務員啦，喺嗰方面咧做好自己嘅工作。咁喺整體嚟講咧，喺個新春酒會咧，當地嘅商界同埋不同嘅方面咧，都對喺吉隆坡成立一個外經貿辦係表示好歡迎。咁喺當地嘅華人文化咧，亦都係好強嘅。咁對係香港特區政府喺嗰邊成立一個外經貿辦，佢哋覺得係對馬來西亞各方面嘅經濟發展一個好大嘅幫助，亦都係可以幫到馬來西亞企業咧，利用呢個外經貿辦嘅關係咧，知道更多香港投資嘅信息，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咧嚟走入去大灣區。好，下位請魏明德議員。多謝主席，局長你哋好。首先呢，我係支持成立呢個經貿辦嘅，呢個完全係符合香港嘅長遠經濟發展利益。咁我自己喺馬來西亞投資咗好多年㗎啦。咁我哋公司咧喺馬來西亞呢個平台咧，其實同印尼、新加坡，其實甚至乎咧中國、歐美不斷嘅都有合作嘅。因為呢個伊斯蘭國家咧係其實一個好自由開放嘅一個國家嚟嘅。咁我哋馬來西亞經貿辦係呢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係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有好多嘅，點樣可以喺呢一方面發揮作用？第二咧，縱使好多議員都有提過 KPI， 反而我想問咧，我哋東盟4個國家整體加埋，我哋可唔可以定一個 KPI？ 因為我係希望見到1+1係大於3嘅。多謝。好，局長兩個問題。咁請阿 Grace 答問題。我諗就住頭先即係魏議員所問到就話點樣通過即係馬來西亞個辦事處可以做多啲嘢。咁其實喺4個東盟嗰個辦事處啦，而家我哋有4個啦，佢哋大家都係互相協調啦，同埋亦都係有當地我哋有貿易發展局啦，亦都有投資推廣署嘅隊伍啦喺嗰邊啦。咁其實佢哋大家咧都係有分工合作，亦都係有協調咧，咁樣去為我哋香港嘅商界咧係繼續咧係去服務嘅。咁亦都係通過當地嘅商會啦，同當地好多嘅專業嘅團體咧，咁就希望同香港我哋嘅商界大家係會有更緊密嘅聯繫嘅。就住話佢哋嗰個績效指標嘅 KPI 嗰個問題，其實而家每一個外經貿辦咧，佢哋都有自己嗰一套嘅 KPI。咁我哋喺定呢套 KPI 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係好嚴格咁樣去睇住咧，係譬如每一年咧都應該要有增長嘅。咁而家多咗個經貿辦，更加喺嗰個工作嗰方面咧係要有增長。咁我可以呢度都有信心咁同大家講啦。咁其實4個經貿辦喺東盟嗰4個經貿辦嚟緊嗰一年嗰個工作咧，係一定比而家咧係做得更多同埋做得更好。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會喺嗰個績效指標嗰度咧，我哋係會充分咁反映到出嚟嘅。唔該。